嗱，嚟到2026年嘅第二季咧，樓市又有新動靜啦。呢一季裏面咧，同時推出兩個新樓盤，一個咧就喺紅磡嘅首匯，另外一個咧就喺黃竹坑站上蓋嘅 Deepwater South。嗱，佢哋兩個屋苑嘅設計風格、定位同埋配套咧都有啲唔同。至於風水上又有啲咩亮點呢？我哋今集先睇下首匯先。嗱，今集我哋睇嘅首匯係喺紅磡嘅黃埔街8號，成個項目咧係屬於單棟式嘅物業，大廈外形咧採取一字形設計。根據地產網站提供嘅資料，成棟大廈大約有30層，一共咧提供241個單位。嗱，而家咧仲喺度起緊嘅，預計嘅關鍵日期咧喺2026年嘅12月底。嗱，我先由地理位置開始睇。嗱，首匯咧位於紅磡嘅傳統舊區裏面，正門咧係開喺黃埔街嗰邊，面向對面嘅係同一個發展商嘅另一個住宅項目 The Haddon。其實啦，兩個樓盤之間只係隔住呢條好窄嘅黃埔街。嗱，喺風水角度嚟睇嘅話咧，佢哋各自嘅明堂位都唔算闊，納氣嘅空間亦都有限，加上採光都唔足，所以整體嚟講喺外局上帶有啲缺陷。嗱，不過相反方向，即係向住福智街望住紅磡灣中心嗰邊，嗱呢邊咧就係一個休憩空間。嗱，景觀上比較開揚，採光同埋納氣都比較多，嗱山氣都旺啲啊，可以話咧係幫整個物業咧補翻一啲分數。嗱，至於單位上嘅朝向，我咧就參考咗發展商提供嘅分佈圖，再配合埋咧我實地用羅庚去勘察過，嗱得出以下嘅資料啦，可以同大家分享啦。嗱，首匯咧喺朝向上主要有兩個，先講下向黃埔街邊嘅 HJKL 嘅單位啦。嗱，以單位朝向線度嚟講，佢係以坐東南向西北為主，屬於一個咧相對較為旺口舌嘅線度。嗱，原則上呢種線度只係一般嘅啫，亦都可以算係開咗一個是非嘅門。嗱，正如頭先所講，外局巒頭唔算係開揚，對面嘅 The Haddon 對佢嚟講咧，亦都產生咗一種壓迫感。嗱，所以呢一個亦都係佢嘅扣分嘅位置。嗱，不過有得亦有失，對面呢種高樓大廈嘅建築物，嗱喺風水上嚟講，亦有做到一種矯星嘅回風反氣嘅作用，反而咧有利翻首匯向呢邊單位嘅人丁同埋權力運勢，亦即係話呢一邊嘅單位相對較為有利一啲咧，從事管理啦，又或者紀律部隊嘅人士。嗱，至於是非口舌嘅問題，我建議咧將來入伙之後，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去做翻一個平衡同埋化煞嘅效果會好啲啦。好啦，至於向相反方向 A 至到 G 嘅單位，嗱以單位朝向線度嚟講嘅話，嗱佢哋係以坐西北向東南為主，屬於一個咧相對較為旺財嘅線度。嗱頭先講過啦，呢邊嘅景觀咧較為開揚，納氣同埋採光度亦都較高，加上啦前面有一個休憩嘅空間，做到一個聚氣位，所以相對嚟講有利於聚財。不過呢一邊咧，其實亦都有一個風水上嘅問題，就係隔離嘅半島豪庭啦。由於咧佢係喺首匯嘅正南邊，加上外形嘅設計就好似一個咧盾牌嘅形態，形成咗一種咧反攻嘅煞氣。不過呢一點咧，相對較為容易處理。同樣都係啦，我建議將來入伙之後，透過室內嘅風水佈局去做翻一個咧平衡同埋化煞嘅效果會好啲啦。綜觀今次首匯嘅整體風水分析，我認為咧向福智街望紅磡灣中心一邊嘅單位，線度上咧立得唔錯，屬於咧多旺嘅線度，理氣部分都算係高分。相反咧向黃埔街邊嘅單位，分數就只係普通嘅啫。最大嘅扣分位咧就係屋苑正門入口嗰邊，納氣位同埋採光位都唔夠大，形成咗一種咧較為大嘅壓迫感。所以咧我會俾一個中等嘅分數佢。如果大家想睇到我更多嘅風水命理、面相掌信同埋易經嘅節目，歡迎咧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呢個鐘仔，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嘅IG 同埋 Facebook 㗎。